棒棒台楊丞琳夾擊容祖兒。離開你我安靜的抽離，不願接受的劇情，我的淚流在心裡，誰會放棄？記得是你，你的清晰，你的清晰，我的愛你。可愛教主楊丞琳難得喺荃灣搞簽唱會，唱歌甩晒嘴，點對得住現場300個 fans 啊！仲有幾個 fans 扮同佢傳過緋聞嘅羅志祥、何君祥同朱孝天向佢示愛啊！另一台灣幫棒棒堂張雲京就喺將軍澳搞簽名會喎。成400個 fans 叫到拆天啊！我想要一個數字的時鐘，我想做一個完全相反的我在這個世界拼命獻上每次我。之後佢仲唔小心跌咗個咪添。喺大埔又搞簽名會嘅祖兒，以一敵台灣幫，唔唱歌搶 fans，出咩招數啊？哇 ！fans 送紅館模型，又玩遊戲，仲率先為殘障 fans 簽名，呢300個 fans 冇嚟錯啦！